华山基金会甲本原寮朝兴宫共同关怀长者，15日上午伫庙内举办点灯祈福，为独居长辈祈求平安健康。华山基金会服务失能、失智、失医老人将近25年，于大台南地区陪伴近2600位长辈走过孤苦。今年中秋节爱老人中秋亮起来活动，与本渊寮朝兴宫合作点灯送爱祈福活动，为长辈祈福点灯，祈求他们健康平安。每一次华山办活动，上届消停的郭信良甲李中庆2位议员，也拢来到现场支持，并共同呼吁大家爱做伙来关怀身边的弱势长辈。今仔日办的活动是冰山的一角而已，因时时刻刻要帮助到弱势、独居老人。送暖、送爱心到各个需要帮助的地方，所以华山基金会一个有品牌，而且值得咱家关注、家爱心的一个基金会。咱本来寮朝兴宫来提供我们来较好的场地啦吼，来互咱华山基金会举办一个点灯祈福的遮尔好的一个活动。那相信讲吼，阮破案有做伫地方吼，对咱进来的里面吼，拢非常的照顾甲支持。那这个有机会继续来把这个大爱的这种活动哦，分享给更多需要这些帮助的这些长辈啦吼。台南的天狗热疫情愈来愈严重，安南区长魏文贵也借由点灯祈求疫情退散。登革热疫情大家都非常的清楚，居高不下。那我们期待呢，借由这样的点灯祈福活动，在我们朝兴宫众多咱的神明的护佑之下，能够让我们的安那区的登革热疫情很快能够获得控制，我们的确诊案例能够快速降下。除了点灯祈福，本原寮朝兴宫每当也结合信众的爱心，赞助基金会独居长辈年财募集，号召信众做伙看顾生活周遭的弱势角落。记者张世维采访报道。